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福气来了，大家来运通了。玉梅老师呢，准备供养大家，本大家呢对子宫卵巢、妇女的问题、腹部按摩的问题呢，带本大家懂得的益处。只要躺下来，你听同一下，你就可以做到人给下半段、跟上半段的核心力量，好保护好人个穴位安全，人个子宫卵巢的给活化的机能跟能量。好，供养哦，慢慢的躺下来了哦，哈。慢慢的，供养你躺下来个哈，供养哦，那个安尼，那个地板呐哈，无天然咯，无个弹簧床哦，无天硬哈，慢慢的吸气，好，有动有觉知的照顾自己的心，照顾自己的身体，哈，躺下来哈，不用好，供养你身体，好，大休息一下，吃到你身体。规身的个肌肉全部变强松，好，慢慢的哦，吸气的时候脚弯曲变强松，好，手打开来，做的呢，单脚的哈，动髋关节嘿影响骨盘有针毛，骨盘有针毛哈，会影响腹腔、腹部的子宫卵巢哈。故说脚弯曲以后卡起来，好，一只脚弯曲做跟伸直做，一做脚弯曲呢，我较简单做，好，然后又吸气，变下来，好，胸仰，好，挖起呢，你看哈，打开来骨盘向外伸出来，好，向左边。绕圈圈，好，你按你假使讲，当简单，你做起来，一只脚伸出来，向向右边吸气，好，挖到左边，转来。乡亲朋友，你看到的迄刺痛啊，迄疼痛到脚，事实上呢，佢按摩的迄样骨盘、髋关节，好，子宫卵巢、腹腔的能量，好，慢慢的吸气。同样啊，左偏去的，都左偏去的，腹部呀按摩到，来可以让你髋关节吸气转来，吐气打开来，改到啊哈，你看右边，挖一个圈呢，弯曲，吸气打开来，变强松，好，由右而左，那做由左而右哈，然后同样哈，脚右脚弯曲，左片，好，先从左片，好，按那右片，好，吐气，你看人做书帮忙他，来到右片来，好，吸气，哇，眼前的哦，你起码要专注到你个肚子哈，吐气，吸气，好，你看做6度啊哈，耶。乡亲朋友，同玉梅老师向他走啊！你这个动作，你做了以后，好，你就同玉梅老师向他走，不是硬空哎，你就会正确做3。要在动作哈，你睡前哈做啊，哈，你会吃到下半身哈瘦啊，好，人个子宫卵巢啊，穴位会瘦，我吃到较好睡，你就做的修补人个细胞。好，慢慢的转来，好，做完了，吐气，变强松。好，你感觉一片做完了以后，瘦，气脉较通，好，一片肚子，一片，规次都循环，好，气脉整个顺畅，个人还会排气，你看还有胃胀气啊，肚子胀气，肠胃胀气，好，你做下这动作咪非常的好。好，各方面了，脚并起来，吸气，好，左边看髋关节打开来啊哈，慢慢的往多呀，好，转过来，你看按你后面肚子按你有按摩到，好，慢慢的打开来，好，吸气，从一片绕过来，呀手要固定好，不用停来哈，有冇打开来，你要熟悉髋关节呀。都要做按摩，做圆形的运动，吸气，吐气，
好，慢慢的打开来哦，按呢按摩到一片，好，呼气，吸气。乡亲朋友要记得咯，你做一做，你做打杂动作，你身体挺痛，就会带给你身体动态的好处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好，吐气。你说按你重复做，简单的动作，简单做，简单的动作重复做，就冇简单的哦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好，转到前面。好，你刚刚从压开始，然后从压片开始哦，吐气。好，吸气，绕圈圈哦。也係玉美老師設計長久嘅，好，想講安尼呼吸來節目啊，一樣係用最簡單嘅方法，用最有效嘅方法，幫助大家健康。係正經玉美老師由衷的，好，希望大家能夠好有生之年都是健康的，都是快樂的。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好，你向下做個6度啊，哈，耶。非常好啊，鄉親朋友，要做就要得咯，嚇3，冇水電你冇停通，坐電又冇停通，4，你歇氣循環就冇循環咯，就看池塘嘅水啊，嚇，佢無塘嘅佢安尼池塘嘅水啊，係冇流通啊，其實會垃圾咩？人家嘅水哦，係冇流嘅話，嚇就會長細菌呐，哈，會又有生態落垃圾東西出來。你子宮卵巢咪咁樣啊？人家是喺冇停通啊，就會有垃圾東西，就會長腫瘤啊，會有嘅安尼結腫塊啊，氣脈就冇停通咩？那你停通啊，你就會身體更舒服。好，最後一道吐氣，好還原，不用享受啊，真好。特別玉美老師做完一個動作呢，就會調一下太氣，就會知道哦，很舒服哦，很刺眼。好，做完假使講知道跟人家都市酸軟的話，你就稍微按你按摩按摩，好，那按摩給我拍一拍，好，拍一拍，拍打，鬆鬆啊，好，也係體習動作哦，體習動作同樣啊哈，體習動作同樣，就是對下半盤呢，好，婦女的問題啦，你。給脹氣的問題、便秘的問題，全部都有，做一個就得到更多的好處哈。下一個動作，腳彎曲，然後做扭轉了哈，腳抬起來，腳並起來，要數肩膀的寬度。好，吸氣，腳抬起來。好，慢慢的，然後往左邊飆，慢慢的吐氣，飆到左邊。好，慢慢的下來，慢慢的下來。你張開始呢，冇辦法。身體的柔軟度按好，你就不用了啦。頭拿向右邊，哦，看到右數。好，慢慢的吐氣，慢慢的下來。你會發現講，身體腳邊到右邊的話，腳邊到左邊，你就做到右邊的鬼按摩，數邊了呀。好，數邊了呀。好，停到呀，吸氣，吐氣。好，慢慢的吸氣，腳並起來，個還原，個彎片了，你看哈，慢慢的腳向右偏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張開始你可能不用了呀，好，慢慢的較骨頭位到了呀，按下面向一片，吐氣，你手咪可以扳登去，像親朋友看到冇按人家肚子哈，人家腹腔就做到很深的按摩。好，數標了哈，好，吸氣。你看，人還沒都市用人子宮卵巢、腹腔核心的力量，身體整個轉來。好，慢慢來，個改到啊哈，吐氣，一腳哈冇按呢，打開來效果冇按好啊哈，那按呢並起來，腳並起來效果較好。好，慢慢的吐氣，整個轉來。好，面向一片。按你身體一片全部來到誒，好，停到呀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好，轉來，人個大腿啊，盡量莫按壓，人家大腿盡量靠一片，靠一片，靠胸，好，靠胸部靠拳頭誒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用一片，張開始人腳可能不用了呀，天冇辦法，唔不用了呀。
好，你停到呀，脚向过来，你脚向过来停到呀去呢，你时间停较久的喂。好，慢慢的顺出来，还过的喂，还过的喂，一滴嘞，一滴嘞，慢慢的进步到呀。好，人家肚师就会做到动神脉按摩。好，慢慢吸气转来，好，吐气放松。好，做呀做好去呢，你脚哈可以并着，嗰係一個方法咪非常的好哦，咪咁樣收你骨盤啊哈，嗱你骨盤唔會外擴，好腳抬起來，右腳抬起來，疊在左膝上面，安尼，好吸氣，咁樣離開哦，離開人個體內哈，好慢慢的轉過來吐氣，咪咁樣安尼，好腳不用體內下，好身體轉過來，停到呀。有看到一片鬼的身體呀，側腰個肚子都扭到誒，好慢慢的吐氣，好吸氣，好停到呀咯，運動就要安全，個要享受佢，你就知道個哦，按你做，你喜歡佢，你就會當你做佢，你當勉強啊，你就知道講啊，做瑜伽係很痛苦的事情，唔係哦，玉美老師享受瑜伽20年呢。瑜伽本因為老師帶來動態健康，要幫助動多學生的身體健康。好，慢慢吸氣，好，轉來，好，吐氣放鬆。同樣哦，個彎腳哈，腳個彎片過來，好，離地，好，慢慢的呼氣，慢慢的轉過來，慢慢的轉過來哦。好，轉過來以後呢，腳不用落嚟啊，腳不用落嚟啊。身體轉過來，好，慢慢的壓下巴，頭拿轉過來，停到呀，慢慢的吸氣，吐氣。停的時間呢，較久的喂，你停的時間越久呢，然後效果就越成。好，你停到嘅嘢呢，你要多做呼吸啊，哈，多做呼吸，做深呼吸，享受佢。好，慢慢的轉來，吸氣。好，給我打開來。好，做完以後呢，相信朋友扭轉的動作啊，對身體的幫助靜態哦。你可以坐的扭轉，可以企的扭轉。好，做完以後慢慢的，好存出來。同樣啊，手柄了呀，去感覺呀吸氣，感覺呀吐氣，給我吸氣，好，給我吐氣。好，放起來迄個咩咁樣啊哈，腳彎曲，放起來迄個唔好安尼，熊安尼放起來，那安尼咻，安尼放起來，安尼野味哈，一動會舒爽。嗰時候一美老師要教人放長迄啦，去做運動迄放起來咁樣哈，右手腳彎曲做手柄咧呀，好，一隻手一輕，手一長啊伊，手長起來，慢慢咧就坐放起來，好。所有的運動啊，就係當生意哈，個當有覺知，當專心。唔做唔得一片光天化哈，一片老人光天化，一片又想事情，安尼呢做運動就當容易受傷。好，今日呢，運動時間就到呀，希望大家呢，鄉親朋友呢，當你做一系列哈，愛上運動，愛上自己，然後呢，做得愛所有身邊每一個人。好。今日運動時間就到了，安子先。